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对啊，找你来吼，目的就是叫你去台北甲主文找倒来。阿伯，我想过啊，我去找伊，伊嘛是袂转来。唉，敢讲吼，都爱一个老的吼来去遐拜托，伊才要转来。阿前辈，管啦，听伊屁话，你明仔就去甲找。伊若是唔转来，你甲讲这老的亲身会去找伊。 大家讲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江哥，阿良即摆呢？我这边40大拢袂退，张医生甲我讲，惊会引起戏。你今仔才病院嘛？无钱啦，我即摆都要来研究。等下啦，等下啦，阿英啊，这间手机你摕去卖。 你赶紧甲小梁送去病院啦！我倒转来甲阮老爸哦学一挂。江哥，你今仔先送来病，我连甲送一挂。喂，请问白总经理白如卿唔到这里无吼？哦，无这里啊。病院。哦，多谢你。 阮老大听讲你找头路啊，阮老大有讲过，只要你开喙啊，头路一切无问题啦。家里，我走。哎，弟弟。是啊，拄仔路经过，顺手来看卖咧。歹势，我想要打电话你，啊，毋过电话都叫无伊。哦，真拄好嘛。那是的啊，我有骗你。我无讲你骗我啊。来，这姐姐。 对啦。这钱是甲拄则迄人借是？我看会出来，伊毋是一个正经人。你毋是讲你应该头外面啊？为什么要我甲这个人斗阵呢？你当了解。我了解。 我了解你需要钱，但是佮找无头路，毋才会无法度拒绝这歹朋友的引诱。我借钱嘛是为着要救人啊！就算是要救人，你嘛袂用叫歹人利用，佮再坠落去咧。我上好朋友的囝着肺炎，伊需要钱嘛。你的动机是无毋对，但是为着救人。 你搁再坠落去，你将来害的不只是一个人。你家详细想看卖咧，你爱做都有价值。我袂见死不救啊！我知影，你拢是好意，啊，毋过为着要去救人来做歹代志，这敢是轻生？我相信这朋友一定袂谅解你。 并且，这社会嘛袂容忍你。这道理我知啦。知影这道理，就毋通搁行毋着路啊！紧甲遐个钱还互对方。若要爱钱，我遮有，我互你。我袂去摕你。为什么呢？敢讲你还搁认为我这钱是你抢来？
你还是去偷摕来？我特别甲你讲，我的钱拢是清清白白、辛苦赚来。你也想清楚，你摕我的钱，还有机会较还我。你若摕你的钱，不但你一世人还袂完，恐惊的还会赔一条命。我袂用摕你的钱啦。好啦，是我看唔着人，你若要搁再对落，对你去啊！喂。你讲了无？你就要讲斗相共，我家己嘛是当做歹代志。不过我无想要用你的钱，因为我无想要欠你。你若无想要欠我的钱，以后你使害我。你会记得？我有讲过，咱若搁见面的时阵，我会问你的名。我叫做郑玉萍。玉萍。玉萍，我今摆要送钱来电话啦。主文。为何苍天闯伫咱命运？为何情会落去黄昏？苦春相分，一寸又一寸，着怎样弥补才会照阮？过日子几个钟？是，我等足久，足久诶。乖。有当时啊，我感觉咱亲像一场梦。是吧？真少。后摆咱永远斗阵，永远斗。主文若知影我要去找伊，一定足欢喜。小平啊，小平，再我一看。袂走咧啦！你这是几双鞋哦？大概一个月无洗啊吼，我顺道甲你洗洗咧。无一个月啊，差一礼拜。你哪晓做这种代志？这世间哦，还佫无我袂晓做诶代志咧，只是要做，也是毋做尔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较早捌伫一间公司上班啊，闹闲诶时阵，就去甲头家扭斗相共啊。拜好太太哦。啊，你真送去病院未？啊，恁朋友囝敢有要紧？要紧啊！啊，你家己什物老大借的钱，摕去用啊未？我等下才摕来。对啦，有一间公司吼，你应征职员，我已经替你报名，你莫再去试看卖咧。哦，我袂去。为啥物不爱去？我去毋是共款白走的。哪会白走？我拢安排好啊。你啥安排好啊？无啦，我是讲我已经报名嘛，地址嘛抄好啊，你袂用无去啦。我开半个月，毋知找过偌济所在啊。莫讲职员啊，工友嘛找无。人总是要有信心嘛。你莫讲我第二年级咧。主文，做人袂用惊失败啊，更加袂用灰心啊。哪像啰嗦啊？
卖啰嗦就卖啰嗦嘛。喂，哇，你受气起来，是当吊5斤猪肉呢？你是要气死人了你？蠓仔顶我讲啊！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我明仔载再老不了你看。真是要去？是。安尼唔叫乖。我送钱来钓老大呀。这世界吼，真是太可爱、太美妙了。无啊，小平啊，你是对伊唔拄好哈？你今仔真来欢喜啊？我欢喜，我心情好。表姐，明仔载吼，我订家你的薪水，我请食饭。你甲我薪水？妈，我先去楼顶吼。好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恁表小妹神经有问题无？阿姨啊，无啦，玉萍吼，伊真吼咧谈恋爱啊，甲迄姓王的。哈？咧谈恋爱？迄个王家清，是毋是20年前白如景的爱人？予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我的心情苦透。就免想要记你的老母。我绝对袂甲你勉强。会用着，只不过我想要记着我老母才有。好，我即摆就带你来记。看到我，咱就行到安尼前面做事。
3、4天无看到啊？周文，你啊，周文，你即摆来台北，敢毋是要找你的老母？秀华，你毋是伫底下盼望要甲你后生见面？伊就是你的后生王子文。你敢真是我的老母秀华？我毋是，我毋是你的老母。我讲的是真实的。继续拍查我！我毋是你的老母，用迄种挑工设计要来骗你的。做啊！你真正就是你的老母，秀华。我毋是，我毋是。你敢讲毋是？祖母，假使我若是你的老母，我才可能无认你咧。你这下一个查某，你。好啊，赵老大，你这出戏就搬到这，以后莫叫人来做我老母。是的。你两个是等公司。你谁人唔承认你是祖母的老母？讲啊！我无资格做伊的老母。你谁人要护你？护你你是秋花。因为伫20年前，我若无尽到做老母的责任，我今天要有资格我做伊的老母。我爱你承认你是祖母的老母，你甲我考虑无清楚，也若无，分啊我无要，要你万万痛苦离死。见到，见到，我求你，你莫甲我怪担遮。什么叫做乖？清楚，这样事实，互你享受，你还阁未满足是？啊！哼！你谁人唔承认你是祖母的老母？因为伫20年前，我若无尽到做老母的责任，我今天要有资格我做伊的老母。我会救伊出来，无论付出偌大代价，我一定要救伊出来，爱照我都查出真相。喂，王主文。文，我玉萍啦。你迄钱还迄大啊大袂？用啊啦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只要你能脱离因的控制，莫搁再做歹代志，我就感觉我足幸福的。你还记得哦？明仔一定要去我交互你一个地址迄间公司去应征。哦，好啊啦。无你较早困的，唔通袂记哩，有人真关心你。
妄想。我来给你办出年的手续。这手续莫办这么久。那你是来创啥？这病院啊，我来看病友干命的。莫搁他妈假啊！差不多。我看的朋友唔是你呢。我拄则听吴经理讲，你要出院哦，恭喜哦。我看你是来恭喜讲我的查某囝为陪我离家出走对吧？